健保署4月开始实施个别病院总额管制，台大病院的院长是强调讲，这个总额管制的新制度是今年上大的挑战哦，嘛会针对门诊甲大院来进行监控的机制。卫生福利部嘛强调讲，会重新来修订医师检测费等相关的配套。为了落实分级医疗，健保署实施病院总额新制度。近日传出有台大病院的医师伫社群平台铺文怨叹讲，因为病院烦恼下了钱，规定每一天敢来当看50个病人，若超过就要扣钱。针对这点，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嘛发布院内批，伊讲病院的总额就亲像普设筛具的效应，是发生率真大，毋过煞袂去注意到的威胁。这更加是台大病院今年上大的挑战，而且强调讲，台大病院袂拒绝收病人，会坚持做因认为正确的代志，做门诊甲大院制度骹手的调整。有些医师本来病人就多的，他有时候病人如果超过80个，可能后面就绩效就变很少，几乎变成是义诊的状态了。健保署实施个别病院精尖式预算分区强管试办计划，台北区今年第2季实施，各间病院拢有因个别的总额，亲像医学中心门诊占的比例爱伫咧55%以下，门诊成长率若是超标，给付就会去互拍折，甚至是袂给付。伊甲团体烦恼讲，民众就医的过程有资讯的落差，新制实施了后，中重症的病人可能会去互杀来杀去，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。大型医院，特别是医学中心，应该要保留这个量能给真正的急重难罕症。那么稳定的病人、轻症的病人，应该要落实这个分级医疗。健保署强调讲，因应新制度实施，会有相关配套的措施，包括下半年开始重新修订医师的诊疗费，患者病情若较复杂的，诊查费会为200多块调整做600多块，来鼓励医学中心收治病情较严重的患者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